别是也不是在产生的，应该有效益放到经济领域的积极性上，怎么能创造？是吧？而且可能这个针对这个数据接触的强行生活，他的人更难。我在谈的刚说的财政性没真的是他的，上课的班长他们是说，我不是45以前上课的北京的，我想是眼望上眼从不习惯的，不然全力气要嘛的，眼从不善意，善意我不看比赛，这样的上当的这个财力就是上当的也是，很多人这个这个是我是属于属于这个老人的，也属于这些老人，绝对是男的，要喜欢绝对是。第二是双向性，康这个情况是什么？要么是通过这样的双向性比赛过去，第二呢，一样的要为了变得形成一样的要的，哎，一样的是做不对，如果直接把它下边的